經過咗個幾月北半球嘅冬季假期 ，F1 喺今個星期終於喺1月底正式開始。今季嘅 F1 由嗰啲車隊嘅車牌發布同埋賽道 checkdown掀起戰幔，而其中我睇到啲唔同嘅特點，包括平治同埋法拉利塊底板有啲蠱惑。左上一條片講到有關引擎壓縮比量度方法嘅問題，當中都有唔少值得探討嘅地方。喺呢個每個 F1 車迷都一定會變成空氣動力迷嘅季節，等我同大家一齊逐樣睇下，逐樣拆解啦。到最後喺 F1 極度神秘嘅 shakedown test 試車測試之際，我阿 Ken 亦都會同大家九估，為2026年嘅 F1 賽季作出9大預測，同其他頻道一樣，去到季尾就同大家拎翻出嚟回顧一下。睇我呢個 F1 技術控究竟係料事如神定係咪又係燈呢？我係阿 Ken，歡迎嚟到 F1 9 Up。我哋喺賽季期間會對 F1 嘅各個議題作出深入分析，由比賽策略、車隊研發到場外嘅政治角力，我哋都會用數據同埋圖表輔助，同你逐樣拆解、逐格分析，用廣東話呈現車隊同埋車手嘅真實發言。而喺休季期間，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唔同有關 F1 嘅資訊。如果你想睇比直播畫面更深一層嘅 F1，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咁你就 Let's go！因為唔少人應該都脫離咗 F1 嘅新聞個零月，未必咁清楚知道今年 F1 1月以嚟有咩話題講緊。首先我就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幾個星期 F1 有啲咩新聞，等我再加以分析啦。首先就上一條片講到嘅壓縮比爭議問題，先再次簡介一下。因為今年嘅新例為咗令到內燃機同埋電能摩打嘅動力輸出比例去到50-50，仲要 cut 咗以渦輪發電嘅 MGU-H 嘅前提之下完成。所以如果只係將 MGU-K 嘅最大輸出由而家嘅120個 kW 提升到350個 kW 左右，係唔足以達至目標嘅。所以賽車嘅內燃機引擎動力同時都要大大減少個輸出，由上年嘅大約600匹馬力減到今年嘅470匹，但係引擎容積都係一樣，都係 1.6 升嘅 V6，個渦輪都仍然喺度嘅。咁點樣可以減少個動力輸出呢？咁所以就要透過減低引擎嘅壓縮比嚟到達至啦。不過F1 永遠都係利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嘅遊戲。據網上嘅傳聞指出，有工程師喺過檔之後爆料，話平治同埋紅牛可能利用材料特性同埋熱膨脹嘅效應，令到引擎喺做嘢嗰陣嘅有效壓縮比高過目前規定嘅16.0:1。技術上就有啲灰色地帶，可以提高性能。同時 F1 現有嘅未着車喺常溫之下嘅量度方法係唔能夠量度到賽車喺真正運作嗰陣嘅引擎壓縮比，令到上述所講嘅引擎廠會有優勢。仲講到每個圈會快成1/3秒添。呢個真係典型嘅 F1 問題，就係規則寫出嚟嘅標準同實際嘅量度方法出現差異，令到 PU 廠可以有機可乘，為自己增加優勢。記得上一條片有唔少 comment 都係話呢啲都係車廠研發啫，唔應該下下都限死車廠嘅創意時刻。我喺呢度就再將我睇法講得再明白一啲。我絕對支持 F1 各種為咗優勢不擇手段嘅研發，甚至話我好享受睇下呢啲消息。不過只係我覺得呢個部分嘅軍備競賽絕對唔係車迷之福，因為玩到唔同物料之間嘅熱膨脹差異，呢啲係涉及材料嘅科學，係我哋車迷完全睇唔到嘅嘢，只係見到某啲廠做乜個車直路咁好力嘅，其實就好冇癮。而我當時都喺條片度話，雖然呢啲量度方法真係可能出張 TD 技術指引就可能搞得掂，但係時間真係太趕啦。啲 PU 係有生產週期噶嘛，根本就唔太容許 FIA 喺3月1號 PU homologation 之前做到任何嘢。據悉法拉利、本田同埋奧迪曾經書面向 FIA 表示關注。同時喺1月22號 FIA 舉行咗個引擎高峰會，各間 PU 廠派出代表討論內燃機引擎壓縮比16:1嘅灰色地帶。雖然各間 PU 廠就測量方法達成咗共識，覺得未來都要有一個熱態嘅測驗，但短期之內就唔會改測試程序，所以呢個位仍然都可以玩，仍然都有優勢。同時各間 PU 廠仍然需要商討新嘅測量方法，就算順利咁多隊都能夠傾得掂數，預計最快都要下年2027年賽季先會實行。換句話講，而家舊嘅壓縮比測量方法，即係冷態測量仍然有效。同時 The Race 嘅報道亦都有指出，只有現時有4隊用平治引擎，加埋2隊用紅牛福特，呢6隊係11隊之中佔大多數。暗示喺數票方面，由法拉利、本田同埋奧迪為首嘅熱態派佔咗下風。所以我覺得所有未玩呢項技術嘅車隊，唔多唔少都喺呢個方面作出一啲研發㗎啦。一來條例未水出嚟，到時真係點，會唔會有其他位偷雞都未知。二來最快都要下年2027年賽季，新嘅量度方法先會實行到。今季都未開始，新有咁多研發空間，真係做少一樣都有排你輸啊！
今年嘅大改例年有多日測試機會，由1月26至30號嘅1連5日喺巴塞隆尼亞嘅加泰隆尼亞賽道試車測試，至到2月11至14號同埋2月18至22號兩場為期3日喺巴林嘅正式季時測試。而而家進行嘅 Shakedown Test 試車測試同其他季前測試唔同，5日當中最多只可以揀3日落場。事實上就唔係每支車隊都揀喺第一日落場，包括上屆冠軍麥拉倫、法拉利。仲有今季轉用本田 PU 嘅 Aston Martin 就話咧第4日先落到場，而威廉士直頭未開始就決定唔會喺呢個測試當中落場。車隊聲明就話佢哋想追求更加多嘅表現，將2026年嘅賽季賽車效能發揮到極致。仲話車隊會有一系列嘅測試，包括虛擬嘅賽道測試，嚟到為之後嘅巴林測試作出更好嘅準備。我諗呢啲講法啦，應該都唔會有人信啦，一定係研發或者生產方面遇到問題，先會錯過 F1 賽車十分有限嘅實地測試機會。喺 Reddit 咧就見到個傳聞話，佢哋部賽車出現車重問題，仲話重成30公斤咁多添。亦都有人話撞擊測試做咗3次，不過據 The Waste 報道就話，而家撞擊測試就已經過咗。不過其實兩個講法都唔係真係有衝突，可能真係開頭過唔到，所以就不斷加材料，最終加到第3次先 pass， 所以就超重啦。講到尾拎唔到部車出嚟就一定係失敗噶啦，而且影響都可以幾深遠下。今次真係可以話威廉士未開胃先投降。事實上，現任車隊領隊 James Vowles 其實都多次提過，話車廠原先內部運作流程結構唔理想，令到工廠生產效率有問題。當中亦都包括呢句名言：當我哋改善咗成個流程之後，就可以俾到更多資源同資金我哋執翻好成間車隊。我哋而家已經唔再用 Excel 試算表嚟管理，而係改用現代嘅 ERP 同 PLM 系統去設計同生產嘅車。Excel 用嚟做咁大間廠嘅管理，少癲。不過聽講威廉士上年一早已經放棄咗25年賽車嘅研發，改為投入到今年大改例後嘅賽車。今日遇到咁嘅困境，會唔會顯示到 James Vowles 革命尚未成功呢？不過講到呢個測試，最特別嘅都係佢有幾咁神秘。經過咗1日測試之後，網上都只係見到 F1 官方分別係 YouTube 同埋社交平台有啲影片發布，其他傳媒就唔太見到。而英文世界嘅 F1 大台 The Waste 都喺 Instagram 度出咗條片，影到測試場地重門深鎖。仲有消息傳出，話賽道外有多名人士俾保安叫走，包括記者、內容創作者、攝影師同埋車迷。賽道方禁止佢哋喺賽道外熱門高點位置度偷睇。據講只係話呢度係私家地，所以一要求佢哋離開。同時有保安喺周圍睇實場邊，留意睇下有冇人想偷睇測試過程。其實我都真係唔明點解要搞到咁，係對啲 F1 車隊冇信心啊，定係你對自己嘅條例唔夠信心啊？真係咁驚測試嗰陣有啲咩嘢俾人睇蝕晒咩？而 F1 每日都會喺網上面發布測試當日嘅精華影片，包括車手試過新賽車嘅訪問。但係我就留意到成條片嘅旁白其實都避免提及任何數字，包括各部車做咗幾多圈。條片最多都只係話好多個圈，值得留意嘅圈數咁樣。總之就個個車手做咗好多個圈，每一個車隊測試都非常之順利。唯一就係第一日測試5分33秒嗰陣提過下 Haas 做到2個比賽距離，即係大概600公里。你哋睇完我條片可以翻去再睇留意一下。不過去到最尾其實喺季前呢個階段，我哋未必能夠真係分析到邊架賽車會贏，甚至邊啲車隊會喺季初進佔前列嘅位置。不過就幾肯定有啲咩車隊會甩碌啦。好似威廉士今年咁樣搞法，至少季前都唔會見到有咩好表現，因為連部車都未砌得到出嚟，你個成個研發進展注定就慢人一步噶啦。所以各位艾邦、辛斯以至威廉士嘅車迷，你哋真係要坐穩啦。如果佢哋真係經過改例之後，由本身嘅上升軌道跌翻落嚟，咁就有啲似22年嘅麥拿倫，究竟會唔會真係好似麥拿倫咁樣火鳳重生呢？咁就真係要睇多幾年啦。到最後真係同大家九顧一波先，講下我對26年 F1 賽季嘅9大預測。第一個就係平治車隊今年將會贏得世界冠軍。睇到呢度，你係咪會話想潮一聲呢？因為自從新例頒布開始，平治已經長期都係大眾覺得嘅頂頭大熱門。首先佢哋係上一代引擎規例嘅大贏家，憑借住對引擎規例嘅了解，清楚了解到新規例對 MGU-H 落轆嘅動力係冇限制，贏咗一眾覺得電能系統只係 KERS 嘅延伸，對新引擎輕視嘅對手。而今代平治引擎傳聞當中，
一直都係眾多 PU 廠當中最優秀、發展得最好嘅一隊。同時，今代賽車大大減弱地面效應。雖然兩側仍然都有少少 Venturi Tunnel 文氏通道，但係隨住呢個空間細咗，底板嘅效能已經大大減少。喺今年嘅賽車，重新已經見翻有所謂 High Wake 嘅設計 ，Wake 即係指賽車向前嘅俯仰角，賽車後轆懸掛會比前軸高。而 High Wake 俗啲咁講，即係賽車會傾向頭低尾高。而22至25年嘅氣動力規例當中，因為賽車非常強調文氏通道產生嘅下壓力，所以車廠都會係設計到成部賽車都貼近地下，即係 low wake， 甚至可以話係冇 wake， 以求產生最大嘅下壓力。而同時，上代賽車懸掛眼有 anti-dive 防傾前嘅設計，同埋 anti-squat 防傾後嘅設計，其實都係為咗呢個原因而產生。而家可以睇到多部賽車重新使用翻 High Wake 嘅設計，包括呢部紅牛、Haas、平治，全部都唔多唔少，隔住個 mon 都見到係前低後高，因為咁樣賽車嘅車尾空間就會大過車頭，空間大咗，但係氣流速度一樣，就會形成真空區域，從而製造出文氏效應。呢啲設計俾人感覺一夜翻到22年之前。而呢個正正就係當年平治成績最好嘅年代。喺早幾年嘅22至25年，佢哋一直都未能夠喺上代氣動規例當中好好咁調節車高、懸掛同埋底板，了解佢哋之間嘅關係，從而做出最大嘅效能。所以成績一直都唔穩定。去到上年2025年，佢哋仲揾緊佢哋嘅速度密碼，賽車係時快時慢，快又唔知點解快，慢又唔知點解慢。而據 The Race 分析指出，話今代賽車玩 Wake 未必好似22年之前咁極端，不過的確車隊可以喺懸掛方面有更加多空間調校。北萊崙效能技術總監 Mark Temple 就咁講：同早幾年相比，而家嘅賽車對車高變化已經冇咁極端敏感，會多咗少少自由度，可以調整車身姿態去配合調節操控表現，而唔係一改就一定令架車慢咗。呢樣嘢會幾有趣，我覺得佢會俾我哋更多空間去微調架車，令個彎時嘅操控特性更加貼合唔同賽道嘅需要。再加上我哋可以見到平治部賽車喺底板設計有啲識水嘢，我哋可以見到平治底板有一個開口，用意就係令到 sidepod 底嘅氣流可以更快去到車尾，呢股高速嘅氣流可以封存好車底離開 diffuser， 車尾擴散器嘅氣流令到佢運作得更加好，唔好俾尾轆嘅亂流干擾。至於成隊至今都俾人信心滿滿嘅感覺。不過同樣都類似設計嘅法拉利，我就唔太睇好啦。作為法拉利車迷，我提早宣布歷史is our year。第二個狗股就係法拉利嘅名次將會同上年一樣，原因無他嘅，就係因為啲意大利媒體其實年年開季之前睇新聞嚟講，往往都係法拉利最強勢嘅一年，即係開季就吹到天咁高，但係真係埋牙比賽嗰陣又唔係咁。但今年就完全相反，到意大利媒體 Auto Racer Italy 嘅報導指出，法拉利今年部賽車同埋動力單元嘅研發工作出現延誤，更加講到車隊內部局勢混亂，加上有消息話法拉利引擎遲遲都未能夠成功 fire up。事實上，官方去到1月17號先 post 到引擎點火嘅影片。不過又咁講其實喺早一日嘅16號，2029年之前都會用法拉利引擎嘅 Cadillac 已經喺銀石賽道 shake down， 所以 PU 都係講得切整出嚟嘅。但引擎嗰條片真係出得太遲啦，惹人懷疑而內部局勢混亂呢單嘢就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因為車隊領隊 Ferguson 喺上年一早到4月底就已經決定放棄25年嘅賽車研發，決定轉移投入26年。其實呢個狠心但係合理，非常合理嘅決定，最終佢係反咬車隊一口，因為呢個決定令到法拉利喺25年一場不勝，車隊排名排到第4，新加入嘅7屆世界冠軍咸美頓一直都欠缺信心。呢啲矛盾由法拉利 CEO John Elkann 嘅公開言論引爆出嚟，佢當時其中一句：我哋嘅車手需要專心多啲，同埋講少啲嘢。呢一番說話顯示出法拉利車隊內部唔同部門、唔同人之間有唔少矛盾，車隊唔團結。如果遇到問題，只會更加傾向互相卸膊。呢啲互相責怪嘅文化一旦出現，成績好快就會反映到出嚟。最後只係希望我登啦。而第三個就係咸美頓將會喺今季之後退休。呢個狗股明顯就係因應上個預測作出嘅，因為一直都傳聞話咸美頓有啲意興闌珊，想退休。有唔少傳媒都曾經報道，咸美頓將會喺2026年大改例之後重新評估自己係咪繼續參賽。雖然佢自己喺呢2年多次咁講，我仲好中意賽車，
而家冇諗過退休。但係睇佢上年賽後訪問嗰啲樣，真係可以用面如死灰嚟到形容。如果法拉利繼續萎靡不振，佢離開嘅誘因只會更加大。之後第四個就係 Aston Martin 同本田合作，首年會以失敗告終。其實當年聽到話本田會喺今年同 Aston Martin 合作，我直覺已經覺得唔會易搞。當時又覺得 Lawrence Stroll 風格太過強硬，可能會好似本田同埋 Ron Dennis 年代嘅麥拿倫合作嗰陣咁樣。當時麥拿倫好強調引擎後段要細，加上極窄嘅 side pod， 一味要求減少阻力，以追求最大嘅空氣動力效率。但係當所有嘢嘅體積都被壓到極限 ，PU 設計完全就晒麥拿倫部嘅賽車，而唔係互相溝通，結果做出阿朗素口中嘅 GP2 引擎。而本田 HRC 社長渡邊康治多次公開發言都係講緊26年嘅 PU 設計技術難度高。今年1月嗰陣，佢曾經咁講：坦白講，我哋仍然需要多啲時間。我哋而家正喺度逐步整合唔同嘅部件嚟到提升性能。有啲嘢成功，但係有啲就失敗，結果好壞參半。老實講，唔係一切都進展順利，我哋喺好多方面都面臨住挑戰，但冇咩致命問題係克服唔到嘅。喺咁嘅情況下，我哋會專注於提高性能同可靠性。咁究竟係謙虛定係冇信心呢？正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翁，我哋好快就會知道。另外就係想講啊 Aston Martin 嘅管理層近年經常有變動，領導模式不斷調整，方向咧仍然好似揾緊最適合嘅形態。去到而家，車隊主席就係 Lawrence Stroll，Adrian Newey 就係技術管理合夥人兼車隊領隊，而 Mike Pratt 就係賽事執行總監，前評之人 Andy Coward 就係策略總監。呢個策略總監咧就唔係講緊比賽嗰個策略，係講緊車隊長遠發展嗰個策略。以上呢啲3條友都先後分別做過 Team Principal， 另外仲有 CTO 就係由法拉利過檔嘅 Enrico Cardilli。雖然呢啲變動都係唔係涉及權鬥，或者有人因為表現而到落馬，而係純粹試緊一啲最好嘅擺位。但係成日咁樣轉發，大家之間嘅溝通係咪真係有效？研發方向嘅發展係咪真係能夠延續？底層嘅員工又可唔可以吸收到唔同風格嘅領導呢？呢啲我都只能夠睇下開季之後呢支嚟自北安普頓運嘅車隊第一年做廠隊 Worst Team 會交到咩成績出嚟啦。而啱啱之前都提到 Aston Martin 部賽車去到測試嘅第4日先出到場。咁雖然呢個設計非常之有未來性，空氣動力呢效能都睇落非常之好，有好多設計嘅 details。不過但係啊，呢架由蘭蘇駕駛嘅 AMR26只係跑咗5個圈，就突然間喺賽道嘅 Sector 3停低咗，仲引發咗全場唯一一次紅旗，令到當日嘅測試提早嘅結束。咁睇嚟咧，佢哋成部賽車嘅研發都係遇到問題。而第5就係咧，世界冠軍唔會鬥到最後一站。呢個估計主要就係因為呢啲大改例年，尤其是呢啲咁大嘅改例，一定會有某幾支車隊特別表現標青。所以就覺得今年咧會好似25年咁，3位車手鬥到最後一場嘅機會十分之微。不過點講都好啊，鬥最後嗰一站就點計咧都係好睇嘅。而第6個9股咧就係 Verstappen 將會贏得世界冠軍。呢個我諗啊，以車手嚟計，韋少一直都係車迷心目中最應該贏得冠軍嘅車手。但係唯一擔心嘅就係紅牛 Red Bull Powertrain 今年同福特嘅合作係唔係順利？車架設計方面喺 Adrian Newey 離開咗之後，究竟會唔會繼續生產到一部好車出嚟呢？而上年我哋可以見到 RB21 季初賽車研發失去方向，長期打算就韋少嘅駕駛風格而研發嘅策略失效，最終製造咗部連韋少都話好難揸嘅賽車。但係今年嘅表現係點呢？早2年紅牛有好多壞消息傳出，包括話引擎測試 Dyno Test 出嚟嘅進度未如理想，內燃機引擎同埋電力系統嘅整合仍然喺摸索嘅階段。據講當中亦都有部分設計方向需要重新評估。不過呢啲都係新 PU 項目初期常見嘅陣痛。但係今年開始，相關嘅負面消息明顯係少咗。取而代之嘅就係進度符合預期。喺25年嘅5月。福特效能部門主管 Mark Washburn 曾經係咁講：好明顯，我哋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同時引擎嘅耐用度仲需要證明。不過講我哋嘅合作關係，無論係開放程度定係雙向嘅投入，都完全符合我哋原本嘅期望，甚至比想象中更好。而且呢個合作每日都持續變得更加穩固。
不過車架方面啊，或者加埋成架車會係點呢？相信都要最快去到下次測試先能夠斷定，因為今次測試你連一架賽車做咗幾多個圈，做咗咩圈速，亦都唔能夠知道，你有咩可以分析呢？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就算紅牛部賽車喺場上只係第2、第3塊，但喺韋少手上就已經有爭到半分嘅機會。不過如果真係咁啊即係今年羅素會同韋少爭半分，呢對 rivalry 如果係成真嘅話，就應該火藥味會好重，好好睇。不過呢，到時我應該就全撐韋少啦。而第7個狗股就係 Alfred Lindbergh 將會喺今季之後離開 F1。呢位現年18歲嘅新晉細牛車手，上年以 F2 總成績第6名嘅成績晉升到 F1，因為佢早年喺歐洲卡仔賽場成績出色，2020年贏咗 WLSK 超級大師賽冠軍，而且歐洲錦標賽亦都有能力衝到前列，速度同埋天賦早期已經被人注意，21年就已經加入到紅牛嘅青訓體系。但係當佢上到單座賽車之後，坊間對 Lindbergh 嘅評價開始有好有壞啦。好嘅就係佢單圈速度唔差，攻擊性高，同埋有爆發力。不過同時都有人覺得佢上到單座賽車之後，無論成績同埋表現都未算超新星，唔及鹿仔，唔及羅素，甚至連 Lando 都比唔上。穩定性不足 ，Racecraft 比賽判斷唔掂，容易捲入碰撞或者自己亂咗節奏，直頭有人話佢就係 Crash Kid。呢種車手真係可以話合晒 Helmut Marko 河車，而呢個車手嘅特點好有可能令到 Helmut Marko 上季先斬後奏嘅原因。據講佢喺未有同紅牛其他人商討嘅情況之下，擅自簽咗2位車手，包括 Alfred Lindbergh， 咁樣就令到角田喺 Red Bull 體系嘅生存空間收窄咗，變相一係就俾佢留喺大牛，一係咧就叫佢走，缺少咗可以同哈爵互換、互相試下表現嘅選項。但係而家 Helmut Marko 已經退咗休，新嘅管理層會點樣對車手？點樣去決定車手去或留、升或跌？會點樣睇重車手嘅邊一樣特質？同時喺呢個年輕車手隊，又會俾到幾多時間同埋機會呢？真係好難估計啊！喺第3日嘅 Shakedown Test， 細牛 Racing Bulls 嘅技術總監 Tim Goss 就對 Lindbergh 有咁嘅評價。佢好平靜，態度好專業，能夠好直接咁表達佢對部車嘅感受。以佢呢個年紀嚟講，真係好犀利。其實今次試車其實最主要係俾佢熟習呢一代賽車，因為真係完全唔同，唔係淨係講緊俾到車手咩感覺，而係能量嘅分配，點樣去管理。而佢真係非常之咁醒目、冷靜、專業。不過啊，講到最後啊，紅牛車隊多年嚟嘅 track record 已經話咗俾大家聽，只有賽道上嘅成績先會係佢決定嘅唯一標準，睇嘢都只係輔助，同時都係 no excuse 噶。如果 Lindbergh 上到 F1 場場炒車，成績同埋信心都冇嘅話，都真係可以講句耶穌啊，都留佢唔住啊！第8就係 Audi 嘅總成績會喺第5或者以上。呢度由沙巴車隊經過22年年底同 Audi 建立合作關係，到24年3月宣布 100% 收購車隊股份，經歷多年嘅準備，終於將呢個中游車隊變身成為廠隊。呢部 Audi R26 早喺今年嘅1月20號就已經進行 shakedown， 係最早出嚟落到場地嘅賽車，加上引擎一早已經完成首次點火，可以及早進行模擬同埋驗證工作。呢個階段通常會係由 F1 引擎研發最易出問題嘅階段，但係 Audi 咧就順利度過。有技術分析指出啊，即使睇到呢部 R26 只係得最基礎嘅空力部件，但我哋都能夠睇到賽車上有 shark fin、wake 同埋較高鼻頭等等嘅趨勢，顯示佢哋已經走到設計階段中後期，並且有實質嘅成果。所以我就非常之睇好呢個由前法拉利領隊 Mattia Binotto 同埋前紅牛技術總監 Jonathan Whitley 合作推行嘅 project。現時 Audi 車隊領隊 Jonathan Whitley 咧就咁講：我哋嘅計劃係先成為一支挑戰者，之後成為競爭者，最後就去爭冠軍。重要嘅係大家要明白呢一段係一個過程。今年我哋有自己嘅內部文化目標。對我嚟講，今年最重要嘅就係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喺車隊入邊嘅角色負責。第9就係咧 Cadillac 將會敬陪末席啦。新隊嚟講咧，我最唔睇好就係 Cadillac 啦。作為幾經辛苦先可以成立嘅第11支車隊，首先成支車隊咧真係由零建立出嚟嘅，考比賽經驗都只係透過之前喺25年賽季某幾個賽站，同一時間喺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Charlotte 總部同埋英國銀石2個設施橫跨大西洋咁樣去做模擬練習、
排位、比賽等等多個情景。雖然現時會使用快啲嘅 PU， 不過預計去到2029年呢，到時 Cadillac 嘅自家 PU 就會登場，到時北卡羅來納州嘅 Concord 廠房負責。咁樣都證明咗創造一啲新車隊所需要嘅努力係要幾多。就算有晒呢啲模擬活動，都只能夠俾翻少少經驗俾翻各級員工，真正落到場要適應嘅嘢一定係仲多。加上車隊只係啱啱請咗好多人翻嚟，其實仲請緊㗎。有興趣可以上下呢個網會睇到。需要點管理，大家要點合作，相信仍然都有好多問號同埋未知之數。唔知你又點睇我呢9個預測呢？有咩意見呢？就記得 comment 分享啦。其實我除咗搞呢個 channel 之外同時亦都係一個喺布里斯班我住緊嘅城市入邊一個海外港人組織嘅主席，所以今年一放完聖誕假就着手搞1月27號舉行嘅香港人節，同埋因為我哋之前為咗雲福苑搞咗一場追悼會，再加上要幫女朋友搬屋，令到成個準備工作推遲晒，變咗就係扯上加扯，所以一直想出片都出唔成。而喺香港人節期間，我亦都有個 session 係為咗2個喺烏克蘭戰死嘅香港士兵作出致意。根據網上嘅報道，23歲嘅阿偏同埋30歲嘅阿水短暫加入過法國外籍兵團之後參加烏軍，隸屬於烏克蘭陸軍第141獨立步兵旅，喺烏東一個地方嘗試揾翻死去戰友嘅屍體，期間遭到炮擊身亡，都只能夠話戰場上嘅生與死有時就好似抽籤咁樣啊！而現時據我所知，計埋過咗身嘅2位英雄，烏克蘭總共有7位港籍士兵，佢哋喺去烏克蘭之前，好明顯都已經知道呢個危險性，同時幫烏克蘭打仗人工微薄。其實世界上多香港人身處嘅地方，包括香港、英國、加拿大、澳洲，其實都係發達地方嚟啊！要揾到差唔多嘅人工，其實真心唔難。佢哋甚至需要自購裝備，可見佢哋做呢樣嘢唔係為錢，而係希望為世界嘅自由出分力。聽到呢度我都好慚愧，冇佢哋咁勇敢。同時佢哋都好有骨氣，我都託過朋友向佢哋了解，睇會唔會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但係傳翻嚟嘅消息，佢係話我哋唔憂柴唔憂米。勇敢就唔係冇恐懼，而係內心有一啲比恐懼更加重要嘅嘢，值得佢哋用生命去守護。感謝阿偏同埋阿水用生命詮釋咗呢份勇氣。希望大家喺追求自己夢想、享受生活嘅時候，亦都記得世界某個角落有人曾經為咗信念咁樣生活過。所以呢度希望大家可以紀念一下佢哋。呢度係 F1 9up，我係阿 Ken，我哋下星期見。